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圓方商場一個好窩心嘅片段。姜濤舉行首張個人專輯簽名派對，現場真係熱鬧到不得了。不過除咗聽歌同簽名之外，最令網民瘋傳嘅，竟然係一個關於利是嘅小故事。喺仲有少少過年氣氛嘅日子，有唔少姜糖都想送封利是俾姜濤表示下心意，點知姜濤嘅反應真係令全場都暖晒。佢唔單止冇收，仲用咗一個好體貼嘅方式去回絕。今日我哋就一齊睇下寵粉冠軍到底有幾珍惜大家，點樣將呢份重情唔重金嘅心意發揮到極致。睇返現場啲片，當日有粉絲趁簽名遞上利是，姜濤禮貌收咗之後，係即刻交俾工作人員還返俾粉絲。同時佢同全場講，大家記得唔好俾利是我，你哋啲錢留返俾你哋自己，我收到大家祝福得㗎啦，俾啲信我就得，新年快樂。姜濤唔係唔領情，而係覺得大家嚟到現場支持，已經係最好嘅禮物。佢寧願各位將心意留返嚟對自己好啲。寵粉冠軍一直都好愛惜粉絲，心入面永遠想大家過得好。佢嘅真誠出道至今都冇變過，粉絲真係冇追錯人。姜濤由出道到而家都有一份好可愛嘅執着，就係佢絕對唔收貴重禮物，最想要嘅永遠係大家親手寫嘅信。佢曾經講過，每次開工都會順手拎2封信隨身帶住，趁住拍嘢空檔，唔使埋位嘅小休時間就會拎出嚟睇。對佢嚟講，每一封信入面嘅文字先至係最有溫度，佢想透過呢啲信去了解大家想法。呢種淨係收信唔收物質嘅作風，喺娛圈真係好少見。網民都讚佢呢種追求心靈交流嘅方式好正，令到佢同姜糖之間嘅關係真係好似一家人咁。呢件事喺網上傳開咗之後，唔單止係姜糖覺得感動，連好多平時冇追開佢嘅網民都紛紛點讚。大家喺討論區留言話，姜濤呢種舉動真係好有家教，待人真誠唔貪心，完全體現到佢嘅人格魅力。好多媒體亦都大篇幅報道，讚佢表現得非常謙卑，冇因為自己紅咗就覺得理所當然。呢種發自內心嘅體貼真係辦唔到㗎，亦都係因為咁，好多原本係路人嘅朋友，今次都因為佢呢個細心嘅舉動而對佢大改觀，仲圈咗唔少新粉絲添。總結返呢次圓方嘅活動，姜濤除咗俾大家見到佢真唱嘅實力，更加令大家感受到佢嗰份謙虛同真誠。其實要成為一個受歡迎嘅藝人，除咗要有好作品，人品亦都係好緊要。對姜糖嚟講，見到偶像真係咁緊張大家嘅心意，亦都咁體恤大家嘅付出，呢份雙向奔赴嘅愛，絕對比任何利是都更加珍貴。大家點睇姜濤呢次佢收利是嘅舉動？或者你有冇收過佢咩暖心叮囑？歡迎留言分享。希望大家鍾意呢條片啦，約定你下條片見啦。講完圓方佢收利是嘅暖心事件，我哋入太和麥當勞睇下呢個神秘現場。大埔間麥當勞突然間好似戒嚴咁，原來係姜濤喺入面秘密拍廣告，好大陣仗啊！真係嚇親街坊，全間鋪由門口到窗邊，竟然架起咗2米高嘅巨型黑布，封到實一實，好似拍緊大片，好神秘啊！雖然出面睇唔到入面，但依然吸引半百粉絲喺現場守候。大家雖然只可以隔住塊黑布遠觀，但一見到偶像個影或者有動靜，就即刻舉機狂拍。入面到底發生緊咩事呢？姜濤日前下晝2點左右
着住件牛仔式外套襯紅白恤衫現身。今次同幾位3、4歲嘅小朋友一齊拍攝，一開頭喺餐廳正門嗰陣，姜濤帶住班小朋友周圍跑，活力十足。見到佢特登彎低腰，同一位小男孩拳頭碰拳頭，大家都知佢出晒名鍾意細路仔，全程真係課大爆發啊！之後佢仲要拍一個跳起嘅鬼馬鏡頭，雖然難度幾高，來回拍咗成7、8次，但姜濤完全冇嫌煩冇嫌辛苦，仲好認真咁同導演研究點樣可以做得更好，專業表現真係冇得頂啊！拍攝當日天公唔做美，中途仲落起雨嚟，但完全冇影響到姜濤嘅心情。喺等埋位嗰陣，佢真係好親民，自己撐住把遮，同工作人員傾偈吹水，一啲架子都冇。佢仲不時彎低腰同小朋友玩，氹到班小演員哈哈大笑。當中最正嘅細節係有個可愛小妹妹主動捉住姜濤隻手唔放，直情氹到姜濤笑得好甜。嗰份溫柔真係發自內心，大家都知佢係女兒控，佢對住細路女真係零抵抗力㗎。唔知佢有冇問小妹妹鍾唔鍾意佢呢？搞掂咗餐廳門口，大隊就搬咗去附近個公園仔繼續拍。姜濤同一班小朋友一齊大嗌口號，又跑又跳，真係玩到癲晒。鏡頭下嘅佢完全變咗個大細路，充滿童真，直情係投入咗細路仔嘅世界。現場半百個姜糖雖然只可以隔住黑布遠觀，但每次見到姜濤行過罅隙或者有動靜，大家就會好興奮，手機即刻舉到高一高。原本話7點收工，最後因為落雨搞到9點幾先拍完。姜濤全日由朝拍到晚都保持最佳狀態，呢份專業真係冇得頂。總結返大埔呢場秘密行動，最開心嘅係見到姜濤好放鬆，開心玩咗一日。雖然現場保密功夫做得好足，但佢對小演員嗰份發自內心嘅愛護同埋投入工作嘅專業態度，係遮都遮唔到㗎。對於姜濤嚟講，可能呢份同小朋友相處嘅簡單快樂，先至係佢最好嘅減壓方法。唔知今次麥記廣告會係乜嘢主題呢？姜濤跳起拍咗7、8次嗰個動作，到時廣告出街會係點嘅呢？大家要密切留意啦。好啦，多謝收聽收睇，約定你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